台北看线，咱来看到新竹市，这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受外界质疑讲，伊领注册会薪水出差，却伫咧出国期间四界佚佗。今仔日伊也回应讲，伊伫咧美国，逐工拢是真认真伫做工课。礼拜四啊休困，本体就是真正常的啊。而且因爸爸妈妈来到美国的机票钱，也拢是家己出的。也强调，若准有向注册会请款，伊随便来提选。到国外去出差，1年、2年的时间，你爸爸妈妈或者家人会不会想要来这个外地看你一下？那我都是用我们家自己的积蓄，他们的机票钱是我自己掏腰包，我用我的积蓄，请他们陪过来。一讲到爸母，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目屎特别流落来。针对外界质疑，在注册会期间，连爸母的机票钱拢是用公费。高虹安强调，绝对无这回事。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也只能够勇敢的、坚强的继续努力。那我也很希望说，我们的选举可以回归到正轨，而不是让我们每天疲于奔命的要去应付一些网络上不知道哪里的匿名的谣言。对手，民进党参国民党的市长参选人，拢针对高虹安敢有用公费读博士等等，搁再提出质疑，认为高虹安应该向大家讲清楚。市民要听的不过是对于你自己的事情要讲清楚，因为市民要选的是一个有诚信、愿意说清楚、讲明白、有勇气面对问题的候选人。公众人物啊，尤其是候选人，对而任何事情都要很诚恳、坦白的面对。那至于这个支持会这个事情呢，我想我请高候选人自己应该向大众说明清楚。在投票日春过外月，新竹市长的选情目前三卡都的局势，未来敢会产生什么款的变化，大家拢真关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